三魂，一般都说灵魂、觉魂、生魂。生魂会在那个遗体啊、骨灰啊、坟墓啊，觉魂在神主牌，灵魂会上天堂或者是下地狱、下地府报道。没有得孔孟圣道三宝心法，名字没有写在龙天表，让三官大帝带到天上挂天堂挂号，然后再到地府除名。那一般人死后都要先到地府报到，先到城隍庙那边办出境手续，然后再到地府报到。有修行的是被请走了，没有修行的是被七爷八爷用手链用刑具铐好，手镣脚铐这样绑好带走了，所以要修行比较好。灵魂上天堂或者是下地府的灵魂，有修行了变成那个活性。净身口意三类的才会变成活性灵性，有带身口意三类的叫灵魂，还没有清净啊，是灵魂。净化以后才是灵性活性，良心本性，所以要净化身口意三类。身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；意不贪心，不嗔恨心，不愚痴；口不绮语，不讲那个543的黄色的引人邪念的，奇不正的，不绮语，不讲那不正的邪恶的引人想入非非的不绮语的，不妄语，不恶口，不两舌，常行十善，天堂便至啊！一般说的三魂是生魂、觉魂、灵魂啊，跟佛家讲的三魂有业魂、转魂、相魂，原来是配合佛家讲的三系啊，业相、转相、现象。无明业相、能见相、境界相。原来跟八识有关系，跟12因缘法有关系。以上是自己的学习心得啊，如果有错误，请找网络搜寻研究，请见谅。要从网络找的。七魄是什么？七魄是什么？